你係咪已經預備好65歲之後都一樣努力工作賺錢啊？歡迎大家翻嚟投資 Less is More 嘅呢一個節目。今集咧要講嘅就係香港嘅呢一個法定退休年紀係咪會有機會再延後呢？喺我哋附近嘅國家，包括中國啦、新加坡啦，又或者係日本啦，都已經將呢一個法定退休年紀咧一致延後啦。而喺美國嗰邊咧，同樣最新咧，亦都係將65歲嘅呢一個退休年紀咧，就增加到67歲。而喺日本嘅呢個地方，70幾歲嘅老人家都仲係就緊業、做緊嘢嘅咧，係多達50%，即係每2個嘅老人家有1個咧，仍然都係繼續喺勞動市場入邊活躍嘅。聽到呢度，唔知道香港人又會喺度諗緊啲乜嘢呢？係時機未到啊，定係還是其實唔關我哋事呢？今集咧一齊嚟探討一下點解呢啲嘅國家咧會推遲咗佢哋嘅退休年紀，有啲咩因素啦？同埋首先第一樣嘢應該要探討嘅就係點解我哋會有呢一個咁樣嘅退休年紀、法定退休年紀嘅出現嘅咧？同大家講翻個故事先啦嚇，咁咧以前咧喺一個好平等嘅社會階級入邊咧，一個老闆如果咧要人哋去利用自己嘅青春咧賣出佢哋自己嘅勞力啦，去犧牲佢哋自己家庭同埋時間啦，係需要咧有一個好大嘅獎賞俾佢哋咧，人哋先願意咧去幫佢打工噶。咁所以咧，當初咧啲老闆就應承啦，呢一班嘅員工，嗱，我俾咧退休金你，我保你咧，其實之後每個月咧都仍然係可以出糧嘅，你只要幫我咧做嘢做到可能60幾歲就得啦。咁當然啦，以前唔係60幾歲嘅，50幾歲就已經可以退休噶啦，咁然後就可以翻去湊孫咁樣啦嚇。但係到咗而家咧，喺呢一段嘅時間過去，越嚟越多嘅公司咧取消咗佢哋嘅呢一個退休金計劃啦，又變成咗咧呢個 MPF 計劃啦。有人咧就冇供呢個強積金計劃，因為當時冇啲咁嘅嘢啦。咁但係亦都咧再冇出現咗一啲所謂嘅鐵飯碗、良好嘅僱主。咁結果咧，呢個法定嘅退休年齡就好似無啦啦變成一班打工仔嘅枷鎖。我一生出嚟啫，就有一個法定退休嘅年齡，好似講俾我知，我一讀完大學就唔該喳喳冧走出嚟就做嘢，然後做到嗰個年歲咧，我先至可以攞翻呢一個強積金嘅錢。嗱，如果大家咧唔係移民嘅話咧，你無論係自願性供款定係還是咧法定嘅規定性嘅一啲供款啦，都係65歲之後先可以攞翻出嚟嘅。一般嚟講，大家可能有幾廿萬啦，至到可能百幾萬啦，咁視乎你嘅工作其實係投入咗幾多落去。咁喺 MPF 嘅供款咧，其實有啲人咧就唔稀罕噶，其實我冇乜緊要噶，其實我可以早啲退休噶。但係有啲人咧，其實真係等呢一份嘅長糧先至可以安享晚年嘅。嗱，其實咧喺呢一個嘅法定退休年紀嘅推遲咧，就會影響到呢一班人攞呢一嚿錢嘅時間線啦。萬一如果真係推遲咗嘅話，除咗攞呢嚿嘅退休金會延遲之外咧，有可能唔少嘅國家會再去諗下，會唔會將呢一個老人福利都推遲咧？好似之前咁樣，無啦啦就話咧，其實我哋考慮下會唔會係65歲之後先至可以攞到呢一個嘅2蚊搭車津貼咁樣嘅啫。嗱，其實當然啦，呢一啲嘅唔同嘅措施，呢啲嘅政府自然會傾，但係咧，今集我哋講緊嘅咧就係最終會唔會燒到埋嚟咧？我哋要睇下喺附近嘅國家究竟係出現緊啲乜嘢事先嚇。首先，我哋咧睇下咧人口老化嚴重嘅其他嘅國家，最近嘅中國睇起。由2000年到2019年，中國咧65歲以上嘅老人家人口咧由8800萬增加到1.76億，咁佔嘅咧係人口比重由7% 上升到12.6%。咁中國老人嘅人口咧，就業人口咧，亦都係繼續上升嘅。咁65歲以上嘅就業人口由之前嘅2200萬
增加到其實都唔係一個好近嘅數字啦。2018年4000萬嘅人數。中國人口老化嘅問題，政府咧就決定咧用呢個漸進式嘅方法，用15年就慢慢將呢一啲人嘅法定年紀就由呢一個嘅男人法定退休年紀60歲增加到63歲，而女人呢就由原本嘅50同埋55歲咧分別延遲到55歲同埋58歲嘅。嗱，除咗中國之外咧，喺呢一個日本啦，其實基本上就已經係超高齡社會㗎啦。當地咧65歲以上嘅長者人口咧係去到達創新高嘅3600幾萬啊！咁喺呢一個政府咧點樣處理嘅情況之下咧，就成為咗咧我哋應該要睇下，其實政府究竟點樣睇一啲準備退休嘅老人家㗎啦。嗱，日本咧見到佢哋退休65歲咯喎，長者人數好高咯喎，竟然咧就冇繼續話我唔緊要啊，你哋咧早啲退休啦，65歲安享晚年啦，唔使做嘢啦，反而咧就走去修例，由2013年嘅修例，然後2021年咧又去修例，要求咧日本嘅企業保證咧係繼續聘用願意工作嘅員工去到65歲，同埋咧2021年嘅呢個再度修例咧，係強制性咁樣規定啲企業必須要為仍然打算上班嘅呢一啲長者提供就業機會。喺表面上咧就好似好歡迎老人家去退休，咁但係喺政府嘅角度嚟講，老人家退休即係失去勞動力，喺經濟上即係完全冇啲乜嘢嘅貢獻性。一個國家只會留意你當時候其實有冇一個貢獻性，同你過往咧有冇一個貢獻咧，好可能就同當時嘅呢個經濟指標就唔關事嘅，甚至仲喺當時候咧製造咗唔少嘅一啲醫療嘅支出啦，又或者係福利嘅支出啦。咁好多個國家為咗咧 limit， 即係保證自己唔係俾得更加多，但係咧收入又收唔到幾多，因為你哋唔返工，亦都冇稅交俾政府，係咪？咁即係變相咧就好似一個負擔咁樣，真係好難聽呢句説話。咁但係的而且確好多政府咧都係諗住活化呢一班嘅老人家，協助咧佢哋高齡創業嘅。講到呢度，之前嗰個咁美好嘅退休故事去咗邊呢？即係我都賣咗個青春俾你啦，咁原來都係冇一個好嘅退休計劃嘅，咁你真係搞笑嘅啫！而家咁多人先至臨到65先知道，喂，原來有機會要轉嘅。好啦，雖然咧咁多個國家咧都有啲悲歌啦咁但係不如都係講翻，即係香港嘅呢個強積金計劃係咪有機會會延遲先？首先一樣嘢就係呢個退休金咧嘅出現啦。就係有唔少個國家咧，其實創造嘅方法都有啲唔同嘅。有啲嘅退休金咧，就係要靠年青人做嘢咧，先至可以養活得到咧準備退休嗰個。例如喺美國嘅退休金咧，之前咧就13個勞動人口咧就供一個準備退休嘅人，咁而家咧就係3個咧就供一個退休嘅人。咁但係香港咧呢個情況咧就唔同啦，就係自己供翻自己嘅啫。所以其實我哋可以攞到嘅咧，亦都唔係一個每個月嘅津貼嚟嘅，即係有好多國家咧係每個月出糧俾啲老人家㗎嚇。但係我哋唔係啦，我哋係一炮過攞完咁啊拜拜㗎啦，仲要視乎你係做嘢做咗幾多喎，即係你最之前嗰個人工高唔高，同埋呢個僱主有冇供呢個 MPF 俾你喎？如果唔係就冇㗎咯喎。咁可能少少地啦，咁但係咧就係因為可能咁少，所以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影響我哋嘅 MPF 遲攞咧，就唔算太大嘅機會啦。因為我哋自己供翻自己嘅，雖然喺香港嘅呢一個出生嘅人口咧越嚟越少。咁除咗香港嘅出生人口咧越嚟越少之外咧，其實其他嘅國家面對緊嘅係一個全世界嘅生育率繼續下降嘅問題啦。而家婦女嘅平均生育子女嘅數字咧，比1990年嗰陣時候咧係減少咗一個細蚊仔嘅。全球咧將近1/5嘅國家，包括咧大家所知嘅中國啦，成日去嘅可能係意大利啦、南韓啦、西班牙啦，面臨超低生育率嘅問題。平均咧生嘅小朋友少於1.4個，香港咧係少於0點幾個，一個都冇。
喺呢個超低生育率嘅問題，再加上超低生育率好可能係會繼續延續嘅。咁嘅原因就係因為而家可能啲人咧面對經濟唔係咁好嘅情況，樓又買唔起啦，又或者買完又負資產啦。咁點樣有錢係去養育一個越嚟越大嘅小朋友開支呢？嗱，如果又冇年輕嘅勞動力，老人家又唔係太想做，咁都有嘅 AI 搞啲機械人出嚟做咯。但係大家又係咪真係想咁呢？到時我哋仲會唔會呢個高齡嘅老人家會被尊重呢？定係還是大家都睇高嗰啲 AI 嘅科技人一線呢？呢個社會咧係變咗好多好多 AI 嘅出現啦，呢啲退休制度嘅一路嘅改變，但係我哋好似媒體又好少講啦。呢啲嘅問題咧，其實都係令到大家更加清晰咁知道，即使你嘅法定退休年齡未到都好啦，係時候咧要再次出發去學習一啲你哋應該要知道嘅事。而首先最能夠保障自己嘅，幾時都好，都係錢，有個錢傍身煮到埋嚟先至食，就係一個比較安全嘅選擇。但係你話如果希望係透過政府得到嘅呢啲福利，又或者繼續去攞一啲唔同嘅福利嘅話，我真係難保咧呢個政府唔會咧係因為呢一啲嘅社會嘅因素改變而去改變咧我哋原本應有嘅福利。冇人講過我哋呢啲係必定會得到嘅嘢，冇必定嘅，只有你個錢傍身嗰個係必定嘅。今集嘅內容又係咁多，記住咧 subscribe 呢一個嘅 channel 啦，所有嘅穩健投資日日收息嘅內容咧喺投資才女嘅呢一個頻道，我哋下集再見面啦，拜拜。